欢迎收听12月29号的迦南之声，我是世界牧师平安。我们今天要继续来分享尼希米记第10到11章，信仰的不变日常。你信仰的不变日常是什么呢？是带给你不方便，还是不改变呢？在诗篇有一篇很多人如果读诗篇都知道这一篇哦。诗篇23篇6节，这位诗人就讲到他自己生命中经历的那不变日常是什么。他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他的那个每一天所经历的就是恩惠慈爱随着他。这也是我们的经历吗？也是我们想要经验的吗？在圣诞节期过后，我们都宣布了一个大好消息，就是耶稣基督为世人降生，他带来了祝福，带来了光明，更是带来了恩典，使每一个愿意相信上帝的人，不论你的过去如何，你都能够重新与这位上帝立约。好像今天这段经文所说到的，尼希米在看见这些内忧外患，甚至内部的领袖他们违背上帝的心意，收受贿赂，跟这些人来交易，然后陷人于不义之中。然而当尼希米他呼召，他邀请，他甚至责备他们的时候，他带头带领他们回转与上帝立约。在这当中真的有许多的人，他们就转向了，他们就不活在那个不方便跟神没有关系的生活状态里，而是他们回转与上帝立约。我们可以说，尼希米他知道信仰的不变日常是上帝用他不改变的慈爱，守约施慈爱，来与人民立约。这么棒，这么好的好处，即使当我们违约的时候，上帝仍然让我们有恩典，转向他，然后献上祭物，能够再次和好。而这祭物对今天的你我来说，我们其实都非常清楚的知道，这个爱的约定，这个能够让我们献上的祭物是耶稣基督。他来到世上是为了要拯救你我，为了要将上帝那不改变的爱能够让世人来明白。而今天我们同样在读到尼希米记第10章11章的时候，透过当时他们的信仰生活，表达他们所信的上帝，表达他们在跟上帝的关系亲密到什么程度，甚至是愿意将自己心中的安全感，可能是自己的财产，可能是自己在当时的人际关系，不是跟这些外族通婚，来让自己获得好像在这些财物面前，或者是这些资源面前比较有好处，而是他们都放弃了这一些放弃在今天的经文当中特别讲到这个每逢第7年不耕种土地不追讨欠我们的债，在和合本说必不耕种土地第7年的时候不会做这样的事。这其实是回应当时摩西律法里面讲的要求，要回归安息，回到上帝面前，而不是在用自己为中心，以自己的利益，要保护自己的利益，保护自己所有的为中心，而是以上帝为中心。真的就是放弃，因为它原文的意思就是他们放弃耕种土地，放弃追讨欠我们的债。也就是说，当进入到安息年的时候，好像今天我们进入到安息日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再一次来放弃以我自己为中心的生活
这样的一个仪式感，或者是说这样的一个立约，再次来到上帝的面前，想起我不只是我自己，而是今天主耶稣基督他住在我心里面，如今活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他感动我的心，让我在今天来回应他的恩典，让我在今天再次经历慈惠这些恩典跟随着我。也就在这其中，我们看见当尼西米带头带领百姓，从祭司、利未人一直到民间的领袖都这样做的时候，这些名字不仅是被记录在上面，也是再次让我们见证到上帝的拯救真的，他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要来得救。他不愿一人沉沦，我们看见这上面很多的名字，也可以看到说这些名字或许在今日就是我们自己的名字。或许我们过去有很多不讨神喜悦的事，或许我们过去一直在信仰当中是善变的，或许我们在这当中我们的信心一直是有时候大有时候小的。然而上帝他知道你，他深深的知道你，他为我们为你为我预备耶稣基督，他的降生，他邀请我们来庆贺圣诞节，来等候这复活节，来在每一天甚至这岁首年终的时候，我们要再一次来数算那恩典，是从耶稣基督为你我献上他自己而来的。许多的时候，当我们看到这类重新立约再一次讲述律法的经文的时候，许多的人会想说，基督教怎么这么霸道？难道一定要守这些规矩仪式才代表我们真实相信上帝吗？然而今天上帝也邀请我们再次来思考，信仰真实要带给我们的是不方便还是不改变？如果这位上帝他用不改变的爱来爱我们，那我们在行动上对他不改变的是什么呢？求神帮助我们常常在他的里面心意更新而变化，更是要来思考耶稣基督降生后，光明已经来到，那他又何须要走上十架？我想很多的时候，这其中的奥秘是当我们透过行动，就像这些在尼希米记的信仰前辈，当他们走进上帝的心意里面，那奥秘我们渐渐的就要晓得了。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主耶稣，谢谢你为我们降生，你的降生带给许多曾经听过应许，活在迷惑甚至迷茫中，有了一丝光线，有了一个出路。主耶稣，你的降生也对今天的我们再次有了提醒。你的降生是这么美好，但你的降生之后伴随着的是许多的受苦，许多的人不能理解，但你因着爱，因着你的信实，你仍然为我们愿意走上十架。这对人来说是几乎不可能做到的事，然而因着你的信实，我们今天能够透过信心来经历这恩典，这是莫大的喜乐，也是莫大的盼望。因为不管我是什么人，我们身在何处，我们面对什么样的威胁，面对什么样的困难跟挑战，你都带领我们，让我们有一个永远的盼望。因为你以不变的爱，不变的约定，
邀请我们进入到那不变的日常，就是你的爱带领我们走向每一天，走向每一个你为我们预备那超乎我们想象恩典的情境。谢谢你带领我们，也让我们在今天再次来思想，当我们愿意守主日，当我们愿意能够安息下来，当我们愿意十一奉献，当我们愿意参与在服事，渴慕与你有更好的关系的时候，什么是这其中不改变的？恳求主你带领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很开心今天跟你一起分享迦南之声。信仰带给我们真实不改变的是上帝的公义、信实和他的爱，让我们透过每一次回应他的行动，更深来认识他。我是施倩牧师，我们明天见。